农村自建房源零景观与室内外设计第21期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加建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抹灰工作。那么抹灰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准备抹灰会用到的水泥砂浆。在搅拌水泥砂浆时，要确保材料均匀混合，并且在使用前要检查水泥砂浆的稠度，以确保其流动性适中。然后我们需要用水湿润墙面，把墙面上的灰尘、浮渣清理干净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抹灰层出现坑骨开裂的现象，以提高与基层的粘结力。抹灰层要控制厚度，过薄起不到保护墙体的作用，过厚容易开裂，并且抹灰时要分层进行，待前一层抹灰层凝固后再抹下一层，这样可以保证抹灰层的牢固。最后我们还需要使用刮刀或抹刀将抹灰层刮平，确保表面平整光滑。